哈嘍，今日分享一隻70至80年代嘅Omega，初期係採用紅銅機芯，灰色部分係塑膠。一般手動上鏈自動舵唔應該轉動，上鏈聲音亦異常大聲。呢款機芯有齊基礎功能，包括地、GMT 計時。師傅首先仔細檢查跳日曆情況，是否準確無誤跳足31日。在拆開機芯嘅過程中，逐步每一部分檢查，有發現零件損耗則會影低損壞零件同步通知客人。呢隻Omega未有發現零件損壞，就可以放入自動抹油機進行深層清潔。機芯深層清潔嘅作用係可以將舊油漬以變質油漬徹底清潔乾淨，之後再注入新油，機芯運作嘅保質期會更長。抹油保養工作完成後，上測標機測試，日差保持在2秒內。